国会这款的修法法案已经生效了。国民党随着使用国会调查权，甲民众党合作，成立假电视调查专案小组，推派国民党的立委吴宗宪来承做小组的调集人哦。也毋过，另外立委是认为听书无正义，拢退席同意。国民党发各级党员出席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加司法法制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成立假电视调查专案小组。但是会议都开始，另外立委就轮流上台批评听书无正义。要就一个目前切身为民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要来召开任何的事项，既违法又有违宪之嫌。这个会议的性质根本就是乱来。张亚斌讲，开联席会议就要经由立法议会交付，要后就带司法法制委员会委员离开。国民党的调委陈雪生就回应讲，新修正的国会职权法并无规定调查小组未当以联席会议处理，引起另外立委野白抗议。我最近眼睛不太好啊，你们拿近一点，那个来。民众党的党团总调吴国昌进前就讲，要紧速成立假电视调查委员会，也过互国民党抢先一步。伫会后，吴国昌讲，只要目的同款，伊拢支持。我们并不坚持说一定要在院会里面成立调查委员会的方式，在委员会里面成立调查小组，只要能够达成相同的目的，我们也愿意支持。假电视案件发放即条的争议，将在国会职权法修法了，立法院启动调查权第一例调查的案件。若被弄煞，国民党的立委吴宗宪做小组的调集人，对吴宁也批评滥权，陈雪生也有话要讲。调阅小组全部都是贴黑纸，什么东西都调不到啊。调查小组运作的期间，将会自7月初3开始，一直到12月30日。小组会议开的时阵，会邀请机关首长列席说明。受邀请的人，若无正当的理由，袂用搁再出席说明。若是依法行使调查权开听证会，也可能为假电视案带来新的进展。记者综合报道。